现在我们又要继续讲呃宝珠仁波切的书生的教言，就是出世发言，连远歌舞的就是第3节的这个内容。那这个内容呢，我想跟大家就也分享一下这个内容的部分。这个内容是这样的，就一开始的时候，那就是宝珠仁波切，在这个故事里面呢，主要是用那个莲花欢喜莲花欢喜的。那莲花欢喜他第一个人物，也就是这里的最重要的一个人物之一，是，但是也应该不算是男主角、女主角的这个概念吧。这样来讲的话，应该是在下面有另外2个人出现的。所以呢，在这里宝珠仁波切确实是一个重要的角色所以这个宝珠仁波切，这里就是人称莲溪，就是莲花，他就是一个信佛子心，犹如芙蓉无暇，修菩提心，一通水灵无暇这样的一个少年。是那个时候是什么呢？就是那个人住在这个高峰莲花山的这个下方的山坡上的一个叫做这个皎月凌空的皎月凌空的这个水晶莲花洞里面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20，这个也大家要知道。那这个皎月凌空那个水晶莲花到底是怎么概念呢？那我们在第1节、2节都讲过了，是这个地方是这个是宝珠仁波切的出生的这个北京的扎区卡，然后呢，这里呢就是宝珠仁波切当时所修行的地方，也就是这个故事开始的地方这个故事所开始的地方。OK，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是要看去别不远那个地方，从别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从别比较不远的一个地方，从这个水晶莲花洞的别处的一个地方，我也去过那一带，有一周，有一周，什么这个杂木这个有一周杂木林子，有一周什么这个我看一下这个有一周杂茂林环绕这个有那个有一个杂茂林的一个环绕，草地是也有草地的，确实是有草地的。草地呢，就是绿荫如锦这个就叙述的非常美，就像一个就是金子一样的，名为居和乐园，其实是当地的这个居民所在的这个一个居民的这个地方的就是那个地方的名字现在的这个罗须区的那个地方，就是名为居和乐园。那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居和乐园这个就名字应该是宝珠仁波切这个里面因为这个一个文学的一个句子的这个需求，所以就也是用和这里的
有时候翻译成河，有时候翻译成湖，有时候直接翻译成莲，但是藏文里面通通都是莲，边马边马边马，就是边马就是莲花嘛，藏文里面莲花生大事，藏文里叫边马囧里大家知道吧就是所以这个就是莲花，嗯，边马本为节奏，就是有聚合这个乐园。有一个乐园叫聚合乐园，有聚很多的乐，荷花就是莲花之中，这里的莲花都代表着所有人，其实这样的人所聚的地方就是莲花的这个聚合乐园。所以这个人呢有特定的人物这个接下来他会讲2个重要的人物，这就是这里的故事的主角，一个男一女，一男一女的故事。而且这个故事呢，一开始的他们的一个非常浪漫、欢喜、温和那种特别的这个生活，然后突然间，遇到一些不可思议的那种难以想象的这个障碍，然后他们就是分离的。然后后来呢，这个就是有很多这些细节的故事就像昨天我看到在台湾有一个，好像是一个军人，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和他的太太结婚应该是几个礼拜，那现在就是他在这个军事的这个训练当中，就是突然间就可能是一个意外的死亡就是看到一些新闻上也有这样。所以你看这种情况看到的时候呢，而且他们是有孩子的，可能是怀孕什么是小孩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呢，突然间，因为他是一个肯定是有一个高训练的一个这样的一个人，年轻的英军，那个叫什么军营分子，但是突然间这样的一个发生，对他的家人，对他的这个那个就是家人来讲，就是不可思议的有很多类似的状况，经常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发生。所以有点这样的意思这个故事有这种，所以反正无论如何，这个故事的细节必须我们要继续看下去，才知道。我们现在不能讲这个细节就是也讲不完嘛。所以这里呢，就是有一个莲花这样的一个绿荫如金，就非常不是一个枯燥干燥的，不是这样，不是一个沙漠地，而且是草地绿荫。草地绿荫就在澳洲瑞士在一些藏地的或内蒙古的很多的草原上的一些夏天，我们能看到的那种是非常漂亮嘛。非常舒服嘛，所以呢，草地是什么呢？就是绿荫入境。这个也经常在藏地也经常用这个来比喻，所以这个我给你们看，其实巴珠仁波齐本身的，就是所诞生的地方扎曲卡的草地就是这样的。这个照片还是算是有一点点秋天的时候。又开始有这个颜色，你看有点开始这个变黄了，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更漂亮这个更漂亮。OK， 是这样。所以名为菊花之园，那个别有一所莲园，还有一个，因为这个聚合乐园是整个部落，然后再有一个其中的莲园，就是比较那些贵族人。比较有权力的人、有地位的人、有钱人的这些家属，叫做一所陵园，这个陵园，这个陵园就是里面也是，但是这个整个的区域和其中一个村落这个第二个是其中一个村落，这个村落里面的有些。这个 OK， 一个陵园是什么呢？欣欣向乐这个欣欣向乐，这个欣欣向乐就这个非常欣赏的一个状态，
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当时是这样的。但是园里那些莲花，本身这个整个情况来讲的话呢，一个欣欣向荣的一个地方。不过呢，在这个莲园里面的个别的莲花的命运是大不同的。这个非常有意思啊！我们从小就读这个莲园歌舞的，就非常欣赏这个内容。这说什么呢？这都是莲花，就像这个莲花，这个用这个比喻性的这样的一个描述嘛。所以说，这个莲花是什么呢？教宗的茎根张扬啊，这个有些这个我念的不一定很标准啊，但你们自己看。旺盛的花边舒张，成熟的密罗阴影，华丽的这个绿叶亭亭，未熟的新芽怒放，含苞的拱手合掌，衰退的瑞士飘零，落塔的这个金衣裤嘎，还有未斜的落英堕地，欢笑的这个花心浮光，还有音符的这个浓音呢，就是浅显，自然的也都就是随意生长，各得其所。这就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村落里有大的、小的，男女老少，还有就是各种各样五花八门的这种情况，就这个意思。巴主任不就是这样说的？这里说的这个，当这个原理的嘛，当这个原理的那个有些话是怎么回事呢？他说这个有一些话，纵容的，那个纵容是什么呢？就是一定那个要自大，或者因为他们有一些地域能力，还是语种有点点，就是说他们听吧，就是有一些经济能力或财力或学历或这种身份地位上比较这个突出的这群人呢，就是比较明显嘛，就是这个意思而已。从容的茎根张扬，它就是张扬，就想长什么就张扬。这里就是藏文呢，他们就是就张扬，茎根就是很长，他们有很长的茎根。然后这就是一个他们本来比较这个特别的。另一个呢，就是旺盛，就是很旺嘛，旺盛的花边呢要舒张，所以呢，他们就是这是第一个，主要是这些有权利的这个权利方面呢，比较有地位、身份地位比较高的人，就是这个教宗的，他们就是茎根很张扬。那就是王神是什么呢？这里是代表就是这个有钱人、家庭富有的这些呢，就是各种各样的条件比较多嘛，所以呢，花边呢就是非常舒张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比较有经验的，比较有一些里面，他们这个历纪经验比较人啊，各方面比较有很多的这个历纪经验的那种社会里的这些人，或者比较各方面比较成熟的，确实是有修养的那些呢，就是成熟的这个汨罗阴影。所以他们里面就是你看，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就是那种身份地位的，只是他们就是很张扬，就是金根很张扬，但是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从这个叙述不会感到是它是很离我们很近的那种，但是比较相对比较有点负面的啊。但是呢，没办法嘛，他们也确实是这个狱中，他们就是已经张扬，金根很张扬，所以就是他们是高高在上了。那就是那个王生的花边呢，他们就是有这个福报，所以就很舒畅。那个没有什么负面的，就是这样的。那成熟呢，内心的这种有修养，各方面比较好的呢，他们好像能够给予什么的。这个藏文里面说"斯楞尔曼哇"，就是那个蜜露，有点像给予什么甘露，那个里面的这个精华能够散发出一种精华的一个莲花的这个精华的这个东西，所以就是说这个弥罗隐隐。那另外一个就是还有一些比较华丽的，那个就是有这个很多自己很就是呃英俊美丽的这种，那就是或者有很多艺术啊各方面的这种才华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或者他就是刚好就是已经是非常那个一些年龄来讲的话呢，也就是比较20、30岁的那种，就是青春的这个，但是青春的部分还有在后面也有，所以就是花里的绿野呢，亭亭就是非常就是有很多的这个绿叶亭亭。然后呢，有一些呢，到了一定40、50岁、50岁、60岁就开始了，就是他们呢，就有一个呢，就是未收的哦，不是这里的，等一下，衰落在后面，哦，对，慢慢的是没错，呀，没错，这里呢就是未熟的，是还没有成熟，意思就是说年幼的。也许这个年有里面智慧的年有、财富的年有、人的本身的这个人生的这个一些年有都有，但是主要是年有的。这个可能是这个村落里的有些还是年轻，很年轻，所以未成熟还未成年的那个阶段呢，心雅怒放，这个就很有意思的怒放的一个状态。所以这个呢，就他现在正在发芽，但是非常那种用力的在发芽，对吧？就是非常用力的在新的叶发芽了那个芽，怒放一个状态。所以他们就是正在一个爆发的一个状态。那这种呢，就是很有潜在能力，很有活力的。在宝珠中不就对这些没有什么负面的一个描述了，就是说未熟的这个新芽呢，正在怒放。但是我们要记得，这个故事正在要讲的是这个一个社会里的各种各样的，都是用莲花来形容，莲花的各种的那种它的成长，各种的这个这个现象来形容这个我们的整个的一个部落，这是非常有意思的。还有呢，有些呢含苞的这个拱手，连现在还没有这个新芽怒放的这个阶段，可能是很年龄比较小，还不到10岁的时候就没有这些吧，所以就是就是一种含苞的一个比较弱小的一个状态，拱手。但是因为有些莲花不可能是那些一个莲花的一个陵园，不是有些莲花正在长，一些莲花长了，一些衰退了，一些是正在这个新芽怒放，一些呢只是一个含苞拱手合掌，就是这个含苞呢还没有打开的时候，就像合掌。有些已经写了，所以就是叫衰退的这个瑞士，就是莲花花蕊的这个为瑞士正在飘零，因为掉牙的掉牙，掉头发的掉头发，头发变那个变白的就是变白，
长皱纹的长皱纹，那就是衰退的绿色飘零，有没有非常了不起的啊？嗯。那还有呢，就是说有一些呢，就是不只是一个衰落，而且已经衰退而已，已经是完全衰落了。所以呢，这个OK，这里呢就是说，还有，是这样的，这个落塌的这个精液啊，落塌的经营一个枯槁的一个状态。嗯，所以呢，有些呢，这个他，嗯，因为第二个这个藏文里面比较更清楚，有一个那个衰退的那个呢，衰退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有些呢很有钱，但是现在慢慢有点衰退的一个状态。这个就是整个一个家庭来讲的话呢，有些家庭呢，就是好像情况越来越好，有些家庭呢刚刚好有钱，就是在前面说的一样的旺盛的莲花，就是花柄张扬的一个舒张的一个状态。但是有些开始衰退了，就是家里没有钱，各方面人员各方面出问题的衰落的一个状态，这就是国大国强咱们就是衰退的这个水脸。那个人的人生来讲解释的话，就刚刚我讲的一样。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刚刚那个那个落塌的这个精液枯干，这个的话呢，它就是真的是这种衰退的现象更加严重的，就是落塌的这个精液呢已经枯槁了，就是这个枯槁了，已经那个膏上面的这个没有枯槁，所以就是一个没有精液的一个状态，已经枯槁了，这个念枯槁吧啊。然后呢，就是爱邪的，那就是落阴堕地啊，这个就是说硬币斑马能大马龙啊，所以呢，就是有些呢完全是已经这个人的话呢，就是已经死亡一样的这个状态的时候，就是已经爱谢掉了啊，这个所以呢，就是落阴一个堕地的一个状态。那这是这个整个这个情况。那下面还有说了啊，这个欢笑的花心富贵，也有很多这个有一些呢很开心。其实你看，有些有权利，有些有地位，有些有钱，有些是年龄，但是另一个呢，也许不一定居住这个，但是有些呢欢笑，就是正在处于一个快乐的一个幸福的一个状态，所以就是欢笑的花心富贵。然后有些呢还没有真正的这个怎么样，但是呢，他们就有很多的潜能，其实这也是有些可能人也好，这个家庭也好，可能会未来会有很多很好的一个发展，很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很富有、很圆满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未来。那这个就是应付的这个弄金写心的一个潜心的一个状态。它这种呢，因为有些还没有完全没有长，但是又可以长出很好的，所以呢，就是弄金啊，它的一个应付的弄金潜心。所以这是自然也，他说自然的也都随意生长啊，肯定是的。这个随意生长呢，就是看起来就比较简单，但实际上就是各自不同自己的业力，各自不同自己的一个怎么说智慧呀、缘分呐、就有这样的关系嘛。所以就是都是随意生长，嗯。OK，所以适宜生长，而且各得其所。
就其中呢有一个三株莲花就是这当中有这个三个莲花，这个三个莲花大家要知道这是主要是在讲，因为那个时候康区的那个地方的国王就是最大的，就是我们中文里面称国王，但是这个和现代的国家是概念上还是不同的。因为这个是整个藏区的大的整个国家的概念和这个利民的一些德格一些地区的一个区域的一些王是不一样，所以这个反正就是德格是那个时候，就像现在的话，很多的这些自治的一个地方，所以这个高度自治的那种地方，所以呢。反正德格就是那个时候德格望，德格阴经院的那个地方的那个德格是国王，所以那个他的下面有很多的那个一些那个部门，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区域就分成很多的他的这个大臣，所以德格里面有这样的一个大臣和三个就是这样有德格的有专门。就是从德国的官方派来的这管理那个区的有一个叫做阿杜，一个叫做曲多一个叫做什么，反正就是有三个了。这个三个在那边就是比较张扬的，当然也是旺盛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三个莲花。这个三个莲花是这个部落里面那个村落里面的这个整个区的这个大给官僚，其实是官僚，中文的用这样的话就是古代的那种官僚。所以呢，这个官家官僚那个他们呢，就是有三株莲花，出落的更为骄纵成熟、张严华丽呀。现在我们接下来的故事，也就是这个官僚的其中一个官僚的家庭的故事嘛。所以这三个呢，就是一般其他都是老百姓嘛，这是一个小家庭，但是这个里面有三个家庭那就是出落的比较更为骄纵，因为有地位上有骄纵，经验上也有成熟，然后条件上各方面也有很多的庄严华丽的地方。那三种之二，这里面的三种之二呢，那就是特别的这个藏文有名称这个出多层什么那些都不重要重要是重要，但是在中文里面我讲你们肯定听不懂。三种之二聚集往生其中之一呢，你看这个故事的那个起伏的这种感觉非常非常强的。现在要讲这个家中的其中之本来有这个一个花园林园是非常就是有各自所长随意所生长的，然后其中有三个是特别的，然后再三中之二是聚集旺盛的，但是这个其中之一呢，也就是尤其较力，从来未比他人什么就是写完，所以呢，就是好像就是一般人就不敢靠近，不敢接近，就是不敢，没有人敢得罪的那种，里面就是非常各方面就比较不一样的，所以这就是嗯其中一个。这个其中就是这样的，如此的这个乐园之中，有众多的风犬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人。那个莲花是他们的家庭，主要是讲家庭那些迷家迷户的这个情况。他这个迷家迷户都有人嘛，肯定在有人。这个人呢，就是主要是比喻用这个蜜蜂来这个比喻，
所以这个蜂蜜啊，这个他们就是这些莲花，他们的这个关系，这就是一个生活。所以风有风泉，而且风泉是什么呢？废物回旋，废物回旋的这个呢，就是有一些比较热闹的一个来往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嘛，啊，这个热闹的一个概念嘛。所以呢，废物回旋，徜徉，有了是吧？别有啊，就是这样的，都有，就是有这个就像一个花园里面莲花，这边有一朵，那这些就是飞来飞去，就是这样，各自有各种的这个人际关系的来往，或互相就是有一些共享生活。那别有一对夫妻有蜜蜂啊，所以呢，这个蜜蜂呢，就是这个当中呢，个别有另外一对夫妻，一名叫什么金凤莲花大比昂，这里没有翻译成这个大比昂，大比昂就是说翅膀有广阔的翅膀的意思。大比昂的话呢，有广阔的翅膀的意思，所以就是莲花金凤莲花大比昂。一名小玉凤莲花阿阳阿宁就是中文的发音是阿念，阿念就是说妙音的意思，妙音具有这个妙的这个非常悦耳的这个声音，所以妙音就是妙音。所以呢，一名叫做金凤莲花大比昂，另一名他的另一名的那个叫做玉凤莲花这个阿年，嗯，这个这个比较特别啊，就是在藏文里面的话呢，它是那个绿松石，一个这个藏人很多挂在或者放那个戴在身上的那个绿松石来，但是中文翻译成玉，应该是稍微不一样。但是如果在中文里面的话，就是金童玉女那种金玉，藏文里面的这种观念就是金和绿松石。但这是没有差别，这个翻译非常好。这种翻译的话呢，对这个华人那个中文的读者来讲，就更加比较这个对比呢，就是非常好。一名小金凤莲花大比昂，另一名的名字叫小玉凤莲花那样。那金凤又是怎么样呢？金凤呢，青春年少，芳华正茂，智慧聪明，胸怀豁达，为结心交，然后性质悠闲，爱好放矢。嗯，那我们就他们两个的个性的一个特点，也就是两个一男一女，这个要有一个和谐圆满、快乐的一个家庭，必须要具有的这个圆满的一个条件啊，这个条件的部分，我就下个学期下个这个节目里面，我们就继续分享这个呃呃小金凤莲花大比昂和小玉凤莲花那样的他们各自所居的这个他们的特点。阿弥陀佛。